坐下，我去给你开门。我临时有事就不上去了。青青她还好吗？你帮我安慰一下她吧。你不用担心吧，她最近吃好喝好，还能随手做生意。做生意？网友乱 P 她照片，她就去评论里接单修图，贴她网店地址，还跟我秀她多有经济头脑。青青这家伙最喜欢装坚强了。他越是难过，越是喜欢噼里啪啦说一堆话，停都停不下来。他昨天应该很难过。可他晚上还有兴趣看恐怖片呢。他看恐怖片了？糟了，难怪他最近连我电话都不接，怎么办啊？看恐怖片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我也是认识他很多年之后才发现他这个人这么爱强撑。起初我还以为他只是大大咧咧，后来才发现，每当他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都会跑到我家去看恐怖片。其实，是给自己一个光明正大可以哭出来的理由。怪不得。连沙漏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沙漏跟进屋的方式是一样的，就算是模仿犯罪，也不可能到这个程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很有可能作案的是同一个人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发现场和之前有些不一样。对，这种感觉我也有。你干嘛？李雪凯，我陪你看吗？勘察的再仔细一点。是，再看看那边。你不是不喜欢看恐怖片吗？凑合一下也能看。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和之前一样。你要看就好好看，能别这么吓唬人吗？进入方式和之前是一样，很细。也不能不修正是。而且这个案涉及到一个警察的行为，以及整个社会，你能不能回房间睡觉？哪怕是死亡，不是，都不容许。这剧情也太不合理了吧！他们明明都知道那间屋子死过人，还分开走了。压力也很大。还有那掉队的人，怎么能一个人自己走呢？我绝对不会有太久，而且我有一种这这次新剧情不符合逻辑，手犯了一个我总该吐槽一下吧。那你能别抓着我说吗？警方的后果。这个可以了吧？我看什么都可以啊。